后来过来这件是互大家拢真疼心的。南投市回小女童，互伊亲生妈妈甲妈妈的查甫人苦毒到死，弹掉尸体案件，讲有调这个监视器，看到这个可怜的查囡仔最后的身影。因妈妈这个查甫人，伫咧6月初7迄天的透早6点，带着这个小女童转去。当时佫伫这个巷仔口大力来揪这个小女童的手，所落来甲迄天的暗时9点外，都挂一卡大卡袋仔出门。为迄个时阵开始，都毋捌佫看到这个小女童咯。一直到3个月后9月初2，小女童生日迄天。警方根据着线索躯体凶手，而且伫过灯工挖出着小女童的尸体。这个小女童的亲生爸爸嘛出面指控伊的情某甲这个凶手定定苦毒伊的查囝，伊出来关心，嘛去互拍惨累。我后面就跟着一个小女孩。涉嫌将当地人4岁查某囝苦毒致死，姓陈的嫌犯，伫6月7日透早12点，监视器翕到伊带这个囡仔赛车出门，当时这个囡仔对着后壁，伊佫一直滑头。到透早6点，2人才转来到细厝的所在。走的就走。凶嫌到巷口，凶将这个查某囡仔手揪咧，一直走，这个囡仔强要跋倒，伊过去将人赶悬，这款画面煞变成这个囡仔最后的身影。看他那个摇摇晃晃。到暗时9点，凶嫌赶一个大米酒批袋出门，出来有一个查甫人嘛赶一个行李箱出来，两人将物件藏好了后，赛车离开，刷落来就无搁看到这个囡仔。9月7日，这个囡仔生日这一天，警方抓到伊的老母甲这个凶嫌伫南投菜巷内面将这个尸体挖出来，因老爸真艰苦。我会打电话，我那个前妻都会打电话回来说要钱。囡仔老爸讲，情某离婚后，干那要讨钱的时，才会甲因查某囝见面。验过一个见面，就发现讲因查某囝和这个姓陈的凶嫌拍着伤，甚至佫赛车弄着伤。捌问这个情某甲凶嫌，对方煞叫人拍伊甲伊的女朋友，想要到今啊，因查某囝煞互因害死，希望讲检警详细调查，还因查某囝一个公道。